你就是啊，你就是。我呢，他从前面走来的这里。我是三个中国中国对比里面这些线呢，不是下边现在的点的。那就投资工业呢，最终就把它咋啥，马上按照我们这些中国的别点事情，就是说我现在就把热当那完了，才能共同我们干的土地就是上线。有的人在就在下面，有的人点，包括去年的不是这个军人干的，16年到年度拿到了70多年。那时候第一届了，这么3年到去就干了操作，老干了的，不要慢慢的送去，都这样子。那我走，他妈的公干没接，是这里从这点几率那是太松。绕他的街边，给小让那么几个许多故事，想给全部去个把通知中国接了，故事给讲眼都活动。被没人都加个，随节电报如果前的街边路数，路线都接把连通龙给讲，加过往咋说，俺中国不这些作为，包我那就干着这些。